尼希米記第4章，參巴拉聽見我們修造城牆就發怒，大大惱怒，嗤笑猶大人，對他弟兄和撒瑪利亞的軍兵說：這些軟弱的猶大人要做什麼呢？要保護自己嗎？要獻祭嗎？要一日成功嗎？要從土堆裏拿出火燒的石頭再立牆嗎？亞捫人多比亞站在旁邊說：他們所修造的石牆，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被倒。我們的神哦，求你垂聽，因為我們被藐視，求你使他們的毀謗歸於他們的頭上，使他們在擄到之地作為良物。不要遮掩他們的罪孽，不要使他們的罪惡從你面前塗抹，因為他們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動你的怒氣。這樣我們修造城牆，城牆就都連絡，高至一半，因為百姓專心做工。參巴拉、多比亞、阿拉伯人、亞捫人、亞實突人聽見修造耶路撒冷城牆，着手進行堵塞破裂的地方，就甚發怒，大家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，使城內擾亂。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，又因他們的緣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晝夜防備。猶太人說：灰土常多，拱台的人力氣已經衰敗，所以我們不能建造城牆。我們的敵人且說：趁他們不知不見，我們進入他們中間，殺他們，使工作止住。那靠近敵人居住的猶大人10次從各處來見我們，說：你們必要回到我們那裏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槍拿弓，站在城牆後邊低窪的空處。我察看了，就起來對貴胄、官長和所其餘的人說：不要怕他們，當紀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你們要為弟兄、兒女、妻子、家產爭戰。仇敵聽見我們知道他們的心意，見神也破壞他們的計謀，就不來了。我們都回到城牆那裏，各做各的工。從那日起，我的僕人一半做工，一半拿槍、拿盾牌、拿弓、穿鎧甲。官長都站在猶大眾人的後邊。修造城牆的、孔台材料的，都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修造的人都腰間配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旁邊。我對貴胄、官長和其餘的人說：這工程浩大，我們在城牆上相離甚遠。你們聽見角聲在那裏，就聚集到我們那裏去。我們的神必為我們爭戰。於是我們做工，一半拿兵器，從天亮直到星宿出現的時候。那時我又對百姓說：各人和他的僕人當在耶路撒冷住宿，好在夜間保守我們，白晝做工。這樣我和弟兄僕人並從我的護兵都不脫衣服，出去打水也不帶兵器。